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2日公视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什么新闻重点。一架塞浦路斯7万活动的货船，昨日港的时启动到高雄港的码头，航港局调查发现讲放港的人有酒精的反应。日本政府证实讲，首相岸田文雄今仔半暝会伫基辅甲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见面，表达日本小挺乌克兰。阿文金牌国手陈如安伫顶个月16号倒摆落去下水道，不幸过往。加上这期市政府有疏失，提出5200万的国家赔偿。新闻台先来看高雄港的77号码头，昨有一架塞浦路斯的外国货船，入港的时启动到码头，航港局针对相关的人员进行酒测，发现讲放港的人有酒精的反应，已经展开调查了解责任。这架货船嘛已经先管制出港，相关的损失会交予港务公司来向船头家要求赔偿。准备靠港的货柜船已经开到港边，煞无停落来，直接拢按码头去。高雄港77号码头20透早74000几吨的塞浦路斯级货柜船现代东行轮靠港的时阵，因为无减速船直接拢按码头，造成码头绑船的基座，码头坡面春秋旁甲岸壁顶真侪所在歹去。后续的部分，今天已经有安排码头的水下检查的工作。如果那个码头的结构有受损的状况时，我们一并会依照相关规定，跟船方来请求损害赔偿。发生事故的货柜船已经驶去前庭渔港对面的118号码头，因为船入港拢有熟悉周边状况的饮水人上船指挥。发生安尼事故嘛，互伫附近做工课的人感觉真奇怪。我会觉得说，那是不是饮水人是有发生什么样的状况？就是如果你按照标准作业流程走的话，是不可能发生这种事情。事故发生了，航务中心甲港警对饮水人做酒测，发现饮水人酒测是0.19，因为饮水人协助港内导航安全，航务中心嘛会厘清责任。因为饮水人上去，他是一个类似顾问的角色，操作都是船上的船长、船员在操作，他只是协助的角色，所以赔偿的责任都在船方。码头损失还未估算出来，港务公司已经甲船头家签好赔偿责任设计书。若货柜船因为船期急要出港，嘛要求提交修理的担保金。航港局嘛继续搜证，要厘清事故的原因到底是人为疏失还是机械歹去。记者陈环武、柯正俊高雄报道。再来关心疫情，流感又搁增加2个人死亡，高主嘛先增加4个病例，有3例是本土病例，一个是日本境外移入。本土案例是伫新北市苗栗县甲宜兰县，过来本土高主病例计共嘛已经有10例咯。疾管署表示讲，下晡3点开始会开放高主疫苗的网络登记，上紧明仔载伫卫生福利部的桃园病院地当开始做。国内高主疫情继续提悬，疾管署公布增加4例高主确定病例，拢是本国籍男性，年岁伫30到40外岁，其中3例是本土病例，个案住伫新北市苗栗县甲宜兰县。另外一例是日本境外移入病例，已经扩大高风险接触者总共14人。上长监测日会到3月27为止，总共本土高主个案已经有10例。本土的病例其实都没有找到彼此的关联性，然后所以都是属于散发个案，主要还是社区的风险持续的提高。另外，流感病毒也继续发挥。顶礼拜，门基诊为流感就诊人次达到4.7万外人次。流感病毒主要是 A 型 H3N2 为主，佮增加2例流感死亡病例，年岁是50外岁甲80外岁，2人拢无做过这一季的流感疫苗。这2位个案呢都有慢性病史，那2位都有糖尿病，那也有一些像是就是神经系统或者是肝肾方面的慢性病。疾管署表示，考虑高主社区传播风险增加，所以提前到2拜1下晡3点开放高主疫苗意愿登记平台，达到各市一间合作病院，提供高风险族群来预约。第一批会提供2500人份的疫苗，上紧2拜3卫福部桃园病院对应来做。记者综合报道。前总统马英九3月27要带团去中国祭祖交流，行政长陈建仁希望讲，马英九这逝爱维护国家尊严主权，唔通互台湾人民失望。陆委会主委屈泰山嘛强调讲，马前总统去中国，大家拢会紧紧看，影响是真大，无希望台湾的地位逢降低，也是受到统战。总统怎么看马前总统赴陆跟您的访美行程撞期？
面对发声，总统蔡英文无回应。前总统马英九会伫27带团去中国祭祖兼交流，有计伫12天的行程内造访5城市，正做头一回访问中国的下境关手。因为此行强榜总统蔡英文访问美国，佮拄到2024大选瓦金引起关注。行政院长陈建仁表示，希望马英九会当维护国家尊严主权，唔通互台湾人民失望。我想马总统也应该听见了台湾人民的声音我们希望他此行能够维护我们国家的尊严和主权，这样子才不会让我们台湾人民失望。大陆对台湾的这个统战呢，绝对是无所不用其极的了哈，所以这也是我们必须要提醒马前总统呢，他到底还是我们的前总统，所以我们也期盼也建议他可能要注意相关的作为跟言行呢，能够符合国家的利益，跟我们国民的情感。胡泰山强调，马前总统去中国，无希望向矮化也是统战。那根据周刊报道，顶日马前总统甲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会面的时，讲国民党电问总统人选，新北市长侯友宜两化论述需要补习，也引起联想。此行访问中国，敢是会协助两化论述？而我们的两岸的论述也是全党一致的。将来我们的总统候选人或者是我们的立委候选人，也都会秉持这样的一个原则，让两岸能够更和平。朱立伦再次表示，国民党立场就是捍卫中华民国，坚守民主自由，希望维护两岸和平区的安全。另外，传出保护马英九的随后去中国袂当配枪，陈建仁回应，相关单位拢有做过协调，一定会提供安全周延的保护。记者综合报道。民进党立委甲日本自民党的议员今仔召开2+2会谈，针对外交、国防安全等议题来交换意见。这是赖清德做党主席头一届的台日政党外交对话。另外，德国教育甲研究部长瓦特辛格今仔来台湾访问，嘛甲国科会签台德科学甲技术合作协议，这嘛是让26党又有德国部长来台湾访问。民进党甲日本自民党举行台日外交访问政策2+2会谈，自民党参议院外交部会长邱正元甲众议院国防部会长郭长信之助专程来台。那是对话头一摆采实体会议，佮开始赖清德就任党主席了后，头一摆台日政党外交对话。因为拄到经典赛日美4强大战，郭国文佮较以台湾为日本加油，希望会当胜利，展现台日友好。更期待将来有机会能够在日本举办我们两党之间的2+2的对谈。インド太平洋地域の平和と安定のために共に協力していきたい。本日の2+2もこの地域の平和と。双方就近来的国防军事改革甲印太台海局势发展、台日关系进行事务讨论，希望未来加速两国执政党相态性交流。另外，继26年了后，有德国部长级官员访问台湾，德国教育部甲研究部长瓦特辛格日益来台，佮甲国科会签署台德科学甲技术合作协议。It is a great pleasure and honor for me to be the first minister heading a specialist government department to visit Taiwan in 26 years. Taiwan, with its excellent research institutions, is a highly esteemed partner. 瓦特辛格此行要强化甲台湾的学术研究甲教育合作，也聚焦半导体甲科技教学，为台德双边关系进入新的阶段迈出第一步。澳洲即马友台力量增加，捷克众议院议长艾达莫娃无顾到中国警告，将会伫25带领150位生理人科学家甲官员来台。这也是捷克5年来上大规模的商业出访团。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民进党立委蔡适应，去年选基隆市长选输，嘛互逼讲伊台北大学博士论文有抄袭的嫌疑。目前校方是决议讲会保留伊的博士学位，也毋过爱保证。蔡适应嘛宣布讲，伊无要搁竞选连任咯，未来拍拼来辅选总统大选。
我有跟所有关心适应的好朋友都有谈过，那我想他们都能够理解适应的想法。我最重要的是希望台湾好，基隆好。那适应会觉得我在不同的角色可以扮演更多重要的工作，所以我会努力的做好辅选的工作。蔡适应强调讲，这是伊真少考虑后的决定。嘛望讲，除了辅选总统伊要全力来保证伊的博士论文。伊去年参选基隆市长，嘛互逼出讲是压国防部未提案，佮有甲乌道交陪。也毋过，前基隆市长林右昌现任的内政部长是认为讲，蔡适应是公道王、公道明、敏感透明的立委，有可能蔡适应爱看大局，透过明年的立委选举来证明伊家己的清白。再来看国军这礼拜开始会伫各地展开联合作战的演练。今仔是操演的第二天，陆军航空特战指挥部601旅今仔早起就派出3台的乌鹰直升机来进行疏散的演练。另外，针对新一代的伤兵逃走去中国，一定互通缉，敢认定讲伊是投降。国防部长邱国正是表示讲，会由法务人员来鉴定。也毋过经过调查目前已经知影原因，也毋过佫需要甲当事人来确定。3架乌鹰直升机升伫空中时进行低空侦察，确定地面无问题，依序伫桃园龙岗运动场降落。官兵落飞机了后，甲时间比赛要为乌鹰做伪装，强化保存效能。国军这礼拜伫全台各地展开联合作战演练。陆军航空特战指挥部601旅2早起进行乌鹰直升机疏散演练，有家长特别带囡仔近距离来看军机的起降。想带小孩来看，真的很酷啊！然后觉得好兴奋哦。场地的话，为了确保安全，所以我们还是实施了先一个低空的侦查。那确定说我们的场地都是安全无虞之后，那我们飞机再依序来实施落地。两岸维持对立的局面，国军刷来去，也佫会分别伫宜兰稻城、桃园德围、比例管是强军登陆红色沙堡展开海堡反击作战。啊，毋过有学者认为，全台14个红色沙堡已经无符合即卖战场情势，爱佫重新盘点。从海滩、领海、陆地，甚至于领空做这些联合操演，也就在检讨这些事情。我觉得没有什么必要去讲动不动重新，以前都是花了很多功夫，逐年累下来的。另外，金门圣诞的伤兵被通缉，金检向中国提出遣返请求。邱国正表示，伤兵离营的原因为内部管理、生活问题、感情家庭问题，真侪方面来了解，目前已经有答案。但我不能对外讲的原因在哪里，变成一个片面之词，好像国军在推脱好像在这个推责，我没有推责，所以我们要最期望不管用任何方法，由他来讲。是后任圣诞的伤兵离营为投降。邱国正表示，由法务人员鉴定，家属要去中国探视，国防部未分去，也未转达任何话，公平处理问题。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北市树林北道附近，昨暗7点外，因为变电所有零件故障，主动先断电，嘛造成29000外户停电哦。抢修点外钟才恢复供电。针对外界风声讲4月份的电价会起超过1成，核数科技的董事长董子贤早起接受访问的时，伊是讲台湾的电价上过俗落，未来若需要使用核能，台湾就会真做是国际上碳排的放牛班。经济部长王美花是强调讲，针对电价，经济部有详细的规划，检讨嘛是咱政府长期的工作。20暗时7点外，台北市树林甲北投迄块地啊，熊熊失电，规个是暗暝蒙。那路口的号志甲路顶袂倒，就连奥多摆店的头家修理车修理到一半，嘛因为停电只好断电。手电筒啊！你用手电筒继续在做生意啊？无多啊，电坏掉了。在复电时间加快这一个部分，我们在1个小时之内把故障排除，然后恢复供电。那这跟我们过去这一段时间增加那个自动转换的设备有关。那相关的工作我们会持续努力。台电回应讲，会熊熊停电，是因为社变电所壁内底的管线故障，自动切断电源所致，差不多有29000外户，伫停电的1点钟内恢复供电。
不过最近因为核子抢退役，引起强烈的议论以外，针对4月份边境电钱起11%，副社党市长董祖贤出席活动的时阵回应讲，台湾的电钱上俗，若搁甲核能气度，恐惊会增加碳的排放量。GDP 的排碳已经是倒数第7名，如果在这一次把核去掉的话，我们会成为放牛班的倒数第1名、第2名。希望把这样的一个电价的冲击呢降到最低。那第二个他提到的是减碳的这个措施哈，我们有非常多的措施在协助厂商做减碳跟辅导的工作。除了供电甲电钱的问题引起各界关注，国内新竹以南的水情嘛真暗。经济部长王美花表示，会搁召开恐慌应变会议，让产业甲民生用水袂受到影响。目前未启动分区供水，不过也是希望民众会当尽量省水。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亚运金牌的国手詹如安，伫顶个月16桥倒摆经过桃园文中路口，摔落去伫个整修中的下水道，不幸过往。家属质疑讲工地无设警告的标识，嘛无电火甲安全的防护，佮超出申请的时间范围，批评市政府无监督，所以要提起5200万的国家赔偿。市长张善政是表示讲，厂商应该爱配合检察官的调查，若属厂商有责任，会要求厂商爱负责到底。如果这个有时光机，我要跟我儿子说：“儿子，那条路不要走，那条路很危险。”讲到因后生，这个做老母的是目屎流目屎滴，希望知影真相。顶个月16透早5点，轻艇凌船前国手陈如安经过桃园文中路口，启动着市府下水道工程的位置啊。落落14公尺深时间的井内底，5点钟了后才去人发现，送病院抢救也是不幸过往。那车头是好的。家属质疑市府甲包厢的工程管理有疏失。你们做的多好，我儿子就不会车头好，没外伤，直接掉下去，冷冰冰的在那个井里面5小时才被发现。这些家属呢，每一次事过境迁以后就被政府忘得一干二净。我们希望呢，透过正常的法律程序，提醒政府应该要好好的来重视人命的安全。家属的委任律师讲，在比对相关的资料了后，发现工地安全维护甲交通局核准的计划有清差，现场嘛无设置充分的警示照明甲安全防护设施，嘛超过核准的时间范围。因为光线无够，造成陈如安发生事故，批评市府无确实督导，要求市府爱赔5200万。要求这个厂商日鼎公司配合检察官的调查，厘清责任归属。责任归属出来是什么样的话，这个厂商他不会回避的。桃园市长张善政讲，厂商应该配合检察官做调查，甲厘清责任。这个责任若是厂商的，市府绝对会要求因爱负责到底。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南市112年春季祭拜孔子的典礼，伫今仔透早6点孔庙的举行，所发生有中二国小的礼成团队，其中有6个人头型会吐，有4个是送病去治疗。也毋过，医师是认为讲，这应该毋是食物中毒，到底是啥物原因？可以了解。21号透早6点外，伫个庄严、真严肃的气氛之下，台南市112年春节祭孔的典礼正式展开。不过，参加典礼的中二国校6位学童身体无爽快，2个人是无大碍，其他4个人是出现头晕、呕吐的状况，送医来治疗。因为天气比较闷热，小朋友的体力比较承受不住，所以有4个小朋友比较身体上、体力上比较不支。那有4个小朋友送医院，由值班医师会同感染科排除了食物中毒这个要件。中卫高校是出动42位学生担任祭孔的医生团队，有学童先反映食了餐盒了是无爽快，校方嘛保留无食了的餐盒，配合卫生局来调查。送医了后，医生观察初步是排除食物中毒的可能性，但是为了行动起见，台南市卫生局嘛采用概率调查，并且到饭店制作工厂来查核。已经采验相关的检体送验，那后续如果有违规的情形，将依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开罚。中卫国校是临近孔庙，因此逐天拢是这间学校的学生担任祭孔医生的团队，已经做几日天。而学生4点半就要一下来穿衫，5点半就要到孔庙。
6点伊是开始，对学生的体力嘛是一大挑战。敢有可能是体力无够，或者是食物中毒，就要等待卫生局来厘清。记者郑云南报道。今仔早起，花莲县万英乡连续发生4届的地震，9点45分的时候发生规模5.3的地震上大。气象局的地震中心表示讲，4届的地震拢是欧亚大陆板块甲菲律宾海板块相克造成的。虽然过去的历史来看这个区域毋是常常发生地震的所在，也毋过认为讲未来的2天嘛是有可能阁有规模3以上的地震尾，阁要特别注意。乡乡规间厝拢咧海，大部分民众感受是真明显。因为早起9点45分，花莲县万英乡，也就是花莲县政府西南方49.5公里的所在，发生瑞士规模5.3的地震，深度有7.2公里。一直放而已啊，电视这都有贴着，没有就给它用倒了。第一次比较重，第一次比较重，它是有上下的。就晃。这届地震上大的震度，伫咧花莲县有4级，南投2万大。台东中滨、花莲市是3级，其他的所在拢有1级至2级的震度，全台湾拢感受会到。也若9点45分，头一届地震发生了后，后续的余震伫咧9点46分是规模4.4， 9点54分瑞士规模3.9，也有9点59分规模是3.7。这个地震发生的位置主要是在中央山脉东边，位在纵谷断层的西边一点，所以说我们研判主要的因素应该还是菲律宾海板块跟欧亚板块相互碰撞挤压所造成的地震。气象局表示，为历史来看，这个所在50年来，刚才发生过一届规模6以上的地震，也若规模5以上的地震，包括2这届是15届，是无才发生的。也若这个所在嘛，毋是较会发生地震的所在。不过研判未来这2天，要是可能会有瑞士规模3至4.5的余震出现，民众要是要注意。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的厝价真悬，嘛造成人口外流。台北市政府成立人口对策委员会，要来增加生育奖励金额。今年4月初4，儿童节以后出世的婴儿拢通领。头一胎会补助4万块，第2胎补助45000块，第3胎补助5万块。台北市去年出世的囡仔就14518人，创下新低。为鼓励市民勇敢生囝，市府决定增加生育奖励金，第1梯为2万加到4万。今年儿童节4月初4了后出世的囡仔拢能受惠。第1胎4万，第2胎4万5，第3胎5万，然后尤其是第1胎4万，是独步全台湾，也就是全台湾最高的生育奖励金。小孩出生之后，我们父母自己本身就会做不一样的规划，那所以我们会妥善的处理这笔钱。外界质疑4月初4才开始算同款是无用做的红婴仔，有的领会到，有的人煞袂使。市府将万安回应无法度设计计划，不过会细心处理。另外，计划成立人口对策委员会，佮推出生2梯优先带社会主体，需要每学年补助上悬5万元。每一年，我们对私立幼儿园的补助会提高到5万2。前了解，我们必须要自筹的地方。自筹款大概是要1.53亿，那我想我们会持续的来跟中央沟通。抢救生育率，蒋万安一个兑现选前的政见，不过同款是国民党籍的台北市议员陈惠珠最近批评蒋万安甲市员甲基层的里长沟通不够。蒋万安回应，沟通一直拢有在进行。最近市府开始慢慢改派伫六大公司的法人董事代表，蒋万安无承认是清除，将市长郭文泰具势力，强调是适才适所。记者综合报道。政府统计剩下人口常常外界批评讲，应该是无遐尼少。社会团体嘛呼吁讲，已经10档无修法的社会救助法，应该爱修法咯。今仔早起有民间团体就公布头一个民间版本的社会救助法修正草案，望讲各党派立委会当来支持修法。社救法要升级，做伙画口号，希望各界关注社会救助法修法的议题。社会团体批评政府看轻散乡人口的数量，认为社会救助法应该大幅度调整，所以透过立委协助，甲社工人员伫第一线服务拄到的困难等等的问题，共同建议推出头一波民团版修法的草案。8到9成的房东
不愿意把你的户籍，不愿意让房客去落他的户籍，所以这件事情其实你的户籍根本没办法反映你的居住事实。社会福利的资格界定只有在有跟没有这个两端的状态当中，所以使得很多努力想要自立的妈妈家长就一次一次掉入在贫穷的陷阱里面。社会团体认为讲，这个修法希望会当解除目前法令无合实际的情形，亲像是有路无厝的人，大部分因的户口甲生活地点无共款，也有家户所得需要算做伙等等的情形。我们现行的这个法律，它对所谓的家户人口的计算，跟现实的很多的状态都不符合。造成的问题是什么呢？台湾的法定的贫穷人口远远低于实际上的贫穷人口。因为社会救助法二等一届大幅度修正已经超过10年，社会团体组成修法联盟，甲立委做伙呼吁，社会体系应该爱认真看待善乡家庭、单亲妇女，也有有路无厝的人因的处境。其他条约立委支持修法，协助散车民众脱离弱势处境。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联合国 IPCC 组织今仔公布上新的气候评估报告，警告讲地球的温度已经增加1.1度，增加的速度是真紧、真危急。联合国秘书长就呼吁工业国家应该赶紧来进行能源的改革，在2050年之前，就要停止使用化石的燃料。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迁问题小组 IPCC 20日推出公布一份30多页的报告书，综合2018年了后各领域专家对气候变迁带来环境冲击，作为各国政府执行检讨对策参考。报告也警示地球暖化已经接近关键的1.5度，工业国家其他国家要马上采取减排行动。Good news is that we have both economically and technically attractive means to limit the warming even to the 1.5 degrees. And the transition is also a great opportunity for new businesses and financial savings. 联合国秘书长古瑞提斯透过视讯，讲 IPCC 气候报告是人类社会生存的指南，伊强调目前全人类的处境是真危险，要对地球暖化带来危害要有共识。伊呼吁20大工业国都要赶紧行动，遵守2015年巴黎气候协定的2050净零排放目标，停用化石燃料，高展开再生能源研发计划，进入能源转换新时代。And this is the moment for all G20 members to come together in a joint effort, pooling their resources and scientific capacities, as well as their proven and affordable technologies through the public and private sectors, to make carbon neutrality a reality by 2050. Every country must be part of the solution. Demanding others move first only ensures humanity comes last. 新冠疫情让全球关心防疫，写着气候议题严重的环境危机。IPCC 气候报告各警示全球地球暖化不止无停落来，反倒会加快速度威胁全人类。20日丹麦出席气候变迁大会部长会议的联合国气候变迁公约秘书长斯蒂尔伊是强调。虽然时间真晏，不过依然有希望减缓地球暖化。11月伫杜拜登场的气候变迁大会 COP28 也要提供各国务实的决策方向。公视新闻张淑芬评论。再来看，今仔有一场研讨会，就将对 IPCC 上新的报告来做回应。有学者是指出讲，现在无应该佫叫做全球暖化，应该是全球烧热化。未来一寡较脆弱、体质无好的所在，因为水灾可环境极端气候造成灾难的比例恐惊会比一般的所在加出15倍。极端气候环扫全球 ，IPCC 发布上新报告，显示地球升温已经达到1.1度，世纪末要控制升温无超过1.5度，任务非常艰难。台湾科技媒体中心会再邀请学者线上解释。学者认为，全球暖化已经无法度来反映眼前的情景，应该解决全球炙热化。1990年以后出世的 Z 世代，是人类面对着全面炙热化的第一个世代。开始出社会工作啊，开始养家活口的时候呢，全世界的这种暖化情况冲击开始进入到更加严重的时候，要负担责任呢，去让这个暖化能够更加趋缓下来。报告嘛指出，高脆弱地区的人因为水灾、欠水、风暴等极端气候死亡几率比韧性地区高15倍。学者建议政府要更加积极找出国内高风险地区。可能我们还需要
国内的在地的科学在做进一步的区域的指认，因为这个事情还蛮有一些敏感度的。虽然各国发出2050净零排放，联合国建议已开发的国家应该提早到2040年，另外国内设定2030年减排24%，学者指出，甲世界趋势来比，落差非常大。这样的一个目标来讲的话，跟国际上面要迈向净零的这个路径的要求来讲的话，就会有很大的落差。因为国际上面的话，总温室气体里面减量的要求到2030年的时候是要减43%。针对气候灾难常常发生，学者认为调适的工作非常重要，但国内欠缺冲击评估的模型，调适是真歹精准，恐惊变成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另外嘛，欠缺跨部门、跨时空的政策。在检讨方面，学者呼吁再生能源这0点马上可行的减缓方案，应该加速来实施。记者林王兴中台北报道。上新的消息来看，日本的首相岸田文雄19去印度访问，参加印度总理莫迪会谈。日本的媒体嘛报道讲，岸田已经对印度出发前往波兰，会佮对波兰去乌克兰的首都基辅，以及今仔的半暝会甲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见面，来表达支持。日本政府嘛证实这个消息。G7 7大工业国内底，岸田是上尾去乌克兰的领袖。另外，罗西亚总统普廷昨嘛伫克里姆林宫，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普廷是表示讲，罗西亚愿意讨论中国建议的和平方案，也毋过美国是批评讲，无叫罗西亚撤军的和平方案根本是讲假。俄罗斯总统普京伫克里姆林宫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伊当面祝贺习近平再一次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也讲中国这几年来的重大发展，互人有淡薄新鲜。Уважаемый господин председатель, дорогой друг, добро пожаловать в Россию, в Москву. Мы внимательно ознакомились с вашими предложениями по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ю острого кризиса в Украине. Знаем, что вы исходите из принципов справедливости и соблюдения основополагающих положений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права, неделим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для всех сторон. Вы также в курсе, что мы всегда открыты для переговорного процесса. Обсудим, безусловно, все эти вопросы, в том числе и ваши инициативы. 习近平讲，这是伊连任国家主席了第一遍出访，也知影俄罗斯明年要进行总统选举，伫普京领导下的俄国有正大的进步，相信俄罗斯的人民会继续给支持。尊敬的普京总统，我也称你为我亲爱的朋友。我们是互为最大的邻国，也是战略协作伙伴国。这样一个定位决定了呢，我们彼此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中国外交部顶个月提出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文件，被看作是中国版的乌克兰和平计划。12项立场包括支持赶紧恢复直接对话，最终达成全面停火，也毋过和美国甲乌克兰质疑。Calling for a ceasefire that does not include the removal of Russian forces from Ukrainian territory would effectively be supporting the ratification of Russian conquest. Instead of even condemning them, it would rather provide diplomatic cover for Russia to continue to commit those very crimes.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科比讲，即马呼吁停火，只是认可俄罗斯的占领，和普京有更加侪时间充实装备训练。美国将会拒绝任何对这边会面所提出的停火呼吁。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谢谢。土耳其甲叙利亚2月7日发生大地震，已经2外月了。这场地震有超过5万的人死亡。后面甲其他国家各国际组织答应讲要捐70亿欧元，新台币2290亿，来帮助当地重建，来进行医疗、人道的援助。花絮倒来建筑物，进行不是一个完整的工程。2月7日到即马，土耳其叙利亚边境发生的强烈地震，已经造成56000多人死亡。外来灾民面对着未来漫漫之路，唔知如何是好。后面伫当地时间这个月20日，调集真侪国家甲组织，为最人捐70亿欧元帮助重建。I am proud to announce that we will see substantial new support. The total pledges today amount to 7 billion euros. 7 billion euros. 伫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关注者会议，除了有欧盟的成员国家，也有包括真侪国家、区域组织、甲非政府组织，也无邀请叙利亚甲俄罗斯民国。伫咧会议中，
承诺未最定捐70亿欧元，差不多是代表2290亿。欧盟执委会主席讲，这是展现国际团结正美好的一天。And I'm so glad to see today that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strongly supports the reconstruction efforts in Turkey and Syria. Together, we have exceeded expectations, and this is outstanding. And again, many, many thanks from my side.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也用视讯发表谈话，讲除了强烈地震，顶礼拜各路暴雨做大水，一寡地面天气和中建的路挑战更加大。而估计中建的成本大约要1040亿美金。虽然这边会议的捐款无到总额的1/10，不过意外会当帮助土耳其甲叙利亚强烈地震的伤害。记者综合报道。过来消息来看，台中捷运的南线最近呢进行都市计划变更审议，市政府是规划讲，要伫有100栋历史的第2公有市场设捷运的出口哦，有17个点心达就要搬走所位。不过这个打伤是真反弹，经发局是表示讲，因会来补助点心达所位，租金嘛好参详。中昼食饭的时间要到了，台中第2公有市场的摊商甲平常时同款无因备料，但是其中这17个单位，煞有一种假企业的气氛。因为台中捷运南线都市计划变更审议，会经过台湾大道 B18 站出口是设伫咧第2市场，要求这个摊商时间期间搬迁到附近的六角楼广场，引起了反弹。问题就是咧做捷运的时阵，一定要5年的期间啦。这5年吼，我讲人潮都会疏散掉。啊，对阮这摊商吼，有真正真大的损失啦。应该是先规划好，让我们这几摊先移到后面，那是后面势必要先盖，盖完之后你再来开发捷运。摊商认为第2市场已经有100年历史，因在地经营时间拢超过1甲子。捷运虽然会使带来欢迎，但是单位一旦迁走，时间的工期上少5年，顾客消费习惯可能因此改变，就惊行去第1市场无路的后庭。台中市经发局是表示，六角楼广场的营运硬体设备是由市府来提供，也会评估调降这个摊商的租金来作为补偿。而且上近是3年了后才会搬迁，会有充分的时间预告甲准备。硬体的部分会提供给他，让他方便到新的地点去、暂置的地点去方便营业。然后这边也会来评估他的一些影响，会所以减免他们的租金啊。市府强调，第2市场B18捷运站出入口会向影响摊商上少的范围来设计，而且规划台湾大道直通中山路的人流动线，挖落市场甲附近的相关。记者台中报道。今年几啊个月拢无落大雨，山区的溪哦拢打落，无水通灌溉。高溪的草岭、中湖嘛传出讲地树滴水拢打去。云林县政府农业处是表示讲，县内种地面积大约是350公顷，高溪就占340公顷哦。嘛已经请公所来统计财损的状况，煞来地来进行会勘。几落个月无落大雨，造成地树无水通压，今嘛阁变大连，无法度发芽。今年春仔地收成大减，甚至严重甲无度收成。云林高溪上湖村最近有不少农民向村长反映，因为可花因的损失是真严重。无水好喷的，你啊看伊无死去，尔迄今年拢袂。拢无啊？无啊无啊，春茶已经无啊。啊，春你讲几成？你若种像有水好喷的，你种迄无哪收啦？哦，全部零啦。零啦。啊，你即摆有水好喷的迄种啊，少数的遐有水好喷的吼，拢只咧3成4成尔。高溪上湖村长廖永秋表示，这上湖地区大概有上百户农民是咧种地种得顺，虽然前几年也捌当到可花，不过今年欠水情形有较严重。若准靠溪水来压地园，根本就无度收成，有不少地农赶紧用地水设备载水来压。刚刚载几撮？刚哦。嘿。载2、3袋。跟山区的茶叶因旱灾有严重的受损。目前云林县整个种植面积约346公顷，5坑种植了340公顷。然后我们于3月17号函文农粮署、农改场及公所办去彰湖办理示范会勘。
云林县政府农业处表示，最近会去上湖会勘，也希望相关单位会当启动天然灾害救助，减少地农的损失。另外，当年这个时阵也是满竹叶的成长期，就是5日节要爆涨的涨虾。不过，即马这叶啊也拢大黄落个真严重，到时阵涨虾也真有可能会欠货。记者综合报道。最近，花莲台东一寡风景区红乌白等一寡家庭甲本色毛未少流浪狗仔。东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就表示讲，伊目前咧调监视器的画面，要来掠人，上济是当罚10万块。这是东海岸小高人溪水尾桥卡过圳的人车通道。昨日，互人发现路边的草埔竟然出现大型帆布甲几包大型粪扫。伫溪层的一个桥墩也发现互人倒建筑废弃物。那桥卡红弹废弃物，东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20也接到通报，伫基期海水浴场停车场，有人将冰箱洗衫机倒等伫水沟边，造成风景区环境污染。东管处已经请防冰箱清洁队协助清运，也毋过要追查到底是啥物人伫水尾桥卡甲基期停车场等遮尔大型的粪扫，要以观光发展条例开罚5000以上10万以下罚款。我是觉得除了没有公德心之外，应该要赶快把它绳之以法，不然他到处恶意的丢弃这些废弃物，其实是非常不好的。目前又透过监视器呢，在调阅相关的一个犯行者。如果我们发现了相关的犯行者，我们就直接以观光发展条例来开罚。东管处表示，这几天也捌有民众将拄啊出事的狗仔囝等伫风景区的停车场，这行为拢违反观光发展条例、甲废弃物清理法。东管处同齐会调监视器画面，交予花莲县环保局依相关法规开罚。记者综合报道。宜兰大溪的汤围到温泉公园，县政府当个委外招标年限是15档。因为公园有部分的土地是大溪乡公所的，乡代表会并无同意讲来提供县政府土地使用的同意书，所以标案就无法度进行。代表会是表示讲，公所的土地无应该免费来提供使用，要求县政府应该个爱提拨固定比例利润来予公所。民众欢欢喜喜咧浸脚沿向入去汤屋内底享受碳酸氢钠泉水。这是大溪汤围沟温泉公园，是宜兰县有名的观光景点。每年吸40万人次的旅客。县府最近办理促产案，要将园区委外活化，不过一直提无大溪乡公所的土地使用同意书。他们是公开招标啊，他们有营收啊，你懂意思吧？所以连到我们地方增加我们地方的财源也是很好啊。因为公园部分土地是大溪乡公所的，地方政府这2年来县府使用公所的土地委外，拢无付租金。即马要办促产委外案，就应该提悬予公所的分润。根据县府规划，照土地面积加价值来算，目前予公所的分润是每年公园净收入的15%，地方要求爱提悬比例。约有25%的这样子的一个比例，到时候会分润给我们礁溪乡公所。那我们也期望能够在尽快取得相关土地同意书，让这个案子能够尽快的来办理相关的发包作业。这项促产案规划年限15年，上期投资金额比1200万较少，原本去年就应顺利招商。如今因为地方反对受阻，县府表示继续沟通，风景区委外是要予地方发展，所以因为利润分配受阻，大招商失败，损失依然是大溪乡民。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早起的世界棒球经典赛，墨西哥对阵日本，要来争取拼冠军的资格。本地输的日本队伫最后的第9局下半局，大谷翔平先攻出一支2垒安打，后来日本队的村上将良佮攻出一支再见安打。日本队是以6-5拍败墨西哥，明仔载要甲美国拼冠军。这场比赛，日本队派出任何怪物佐佐木希郎、布布朗西先发，前3局成功压制墨西哥的攻势，也毋过伫第4局是互墨西哥攻出一支3分的全垒打。墨西哥一路领先日本队伫第7局吉田正尚嘛攻出一支3分的红布朗，双方是3-3平手伫第8局两队拢有得分，墨西哥暂时是以5-4领先。第9局的上半场，墨西哥无搁再得分。第9局的最后，日本的大谷翔平先攻出一支2垒安打，墨西哥的投手是搁以出生球来保送煞来打者。日本队的村上将良上场攻出一支再见安打，
比赛变盘，日本队是以6-5赢球，明仔就要甲美国来拼世界第一。再来看世界棒球经典赛，古巴暂时输予美国，球队特别坐回机回国。也毋过，所有一个26岁的捕手布里耶多失踪哦，伊是这届经典赛头一个叛逃的古巴球员。The national anthem of Cuba. 红色西拿古巴伫咧2023世界棒球经典赛惨输予美国，无法度拍冠军战。伫赛后球队坐飞机回国，古巴的记者所发现，减一个球员。根据美国有名的体育媒体报道，古巴队26岁后备捕手布里耶多并无到机场坐飞机，是这届经典赛第一位叛逃的古巴球员。因为古巴捕手人真多，顶来已经有3位，所以布里耶多并无排伫正选名单，拢伫咧练习区内面待命，也有可能领袂到经典赛奖金。古巴队来美国迈阿密拍4强赛，和布里耶多有机会夺走，也对古巴总教练的话真口舌。Yo pienso que sí, que esto no debía pararse. Pienso que eso fue muy bonito, la experiencia, una experiencia muy bonita con los atletas estos de la MLB y que hiciéramos que se insertaran los otros jugadores, como le decíamos anteriormente, pero bueno, que también pudieran tener. 美国甲古巴伫咧2018年捌签一项协议，准古巴球员甲大联盟的球队签约，来换一条钱付予古巴的棒协。不过美国川普政府伫2019年认定这项协议无合法，也予古巴的选手只好继续用叛逃的方法到美国。尤其是最近这几年，疫情和经济变歹，和创纪录连续的古巴运动员夺走。敢若是去年伫咧墨西哥举行的 U23世界杯，就有11位古巴球员伫比赛期间夺走。公司新闻张伟林、黄继昌编辑。来看花莲土库的万德病院是当地有上百档历史的医生馆，即嘛正做是艺文基地。最近有一寡少年人哦，因咧学油画，嘛甲当地一寡老辈甲伊的故事哦画落来，为地方来留做记录。作品哦，嘛伫万德病院展览，咱做伙来看卖。一幅一幅的画作，保存婚林土库的人物、故事和光景，这拢是出名的画家王春敏所指导，由少年辈创作出来油画。他们都是在地，就各行各业比较具代表性的人物。借由这个教育方式，能让在地的人能知道这个文化的重要。我是土库在地的小孩，现在的祈祷就是年纪也大了，近年来就是很多祈祷都走了。那我们想要透过这些画、影像，把他们故事，把他们留下来，然后让大家可以来听一下土库的故事。这是伫婚林土库已经有上百档历史的万德病院，即嘛正做在地人文艺术中心，不时也会规划课程和展览，让这些少年辈来遮培养摄影、画图等等的艺文能力。在画的时候，你就去想象他们之前在土库的地方的那个情景，然后去感受他们的故事。土库这边的特色都保留在一个地方，来观光的人知道这边的历史之类的，我觉得蛮有价值的。透过老辈传承画图的基基，让少年辈将土库的每一段故事、每一个人物同齐流传落去，也让乡亲会当来遮怀念消失的情景。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屏东市建国实验小学4年级的学生啊，因拢必须爱挑战80米悬的树啊。校长是表示讲，这款课程哦，是要来鼓励学生啊去互惊吓挑战家己。这个学生伫同学和老师鼓励之下，伊决定拼死爬去到上悬的所在，有10公尺悬。原本真惊爬悬，不过因为心内的声音爱伊坚持落去，总算完成这个目标，伊也感觉真欢喜。因为我想要达成自己的成就，所以我就是靠着自己上去了。这是屏东市建国实验国小规划夏令营课程。校长表示，实验教育有4个主题，4年的学生要挑战的就是爬树啊。那我们实验教育有4个主题，4年级的部分就是他们的自我挑战攀树的课程。我一开始爬的时候有点紧张，但在爬的时候很好玩，要勇敢去挑战才能成功。校长表示，规划这个课程是要鼓励囡仔自我挑战，若准挑战成功，毕业的时通摕到奖状，让因伫学生时代有一个特别纪念。记者综合报道。
有300多公顷的嘉义布袋湿地哦，是岛礁过冬主要的地点。嘉义县政府甲云嘉南国家风景区的管理处最近就办岛礁季的活动，邀请民众哦，以袂去影响到岛礁找食食、甲生态的方式来欣赏这个礁仔。民众用千里镜来看岛礁。嘉义县政府甲云嘉南国家风景管理处伫布袋盐田的湿地举办岛礁季活动，吸引真侪民众参加。黑面琵鹭来讲，有一部分都会到这边，变成这边可能会比旗鼓那边现在目前来得多。我们觉得在这方面来为这个我们社区，为我们以这个生态注重，然后继续呢跟经济跟这个部分旅游把它结合起来。这个所在伫2001年无国排盐了后，300多公顷的范围，豆豆仔争做岛礁过冬的栖息地。高雄野鸟协会、枫叶保护协会，阁有在地社区头摆甲公部门合作，希望用旅游的方式发展地方的经济，嘛推广生态教育。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来看渔猎的阿登动物园，伫2月底捡到一只白色的虎仔囝，捡到的时候状况是无介好，怀疑讲是有人走私，搁再甲伊放杀。这桩代志嘛，逼出渔猎野生动物走私的问题是真严重。白虎囝伫动物保育人员的身躯边，感觉真安心，有时靠伫手边，有时对镜头，目睭滴大蕊，真古锥。2月18日，伊互人骗伫希腊雅典的阿提卡动物园一个粪扫箱内底，先检人员发现伊规身躯垃圾夹夹3比8，而且有脱水的现象。We had a number of cases of animal dumped, but in front of our door. But usually these are pets, abandoned pets. These are puppies or kittens, or tortoises, some reptiles, some wounded birds, but a tiger, never. 白虎被骗掉时阵，身体状况无好，连兽医拢感觉真着惊。经过真侪项检查了后，发现伊严重营养不良，骨质也真脆弱，可能长期无好好吃素地素，甚至发现伊的后腿有一支金属的钉啊。I've read many reports of victims of the illegal wildlife trade, but until you see it in front of you, you cannot grasp the severity of the health issues it's faced with. 动物园的监视器翕小白虎被发现的前一暗，有一台车驶进粪扫箱。动物园怀疑就是恶意放杀小白虎的嫌犯，已经报请有关当局追踪。欧洲刑警组织指出，欧洲的野生动物交易产单有10亿欧元，大部分为亚非两大洲非法进口。动物园表示，因为好的大细饮食甲天生的野性无法度当作宠物来饲，最后难得放杀或者是杀害命运。那这只好因幸运活落来，会交由国际野生动物或者是动物庇护团体来照顾。公视新闻张淑芬报道。联合国公布2023年全球幸福报告，芬兰连续6档落红选做是全球上幸福的国家，分数嘛领先其他的国家真济哦。咱台湾今年是排第27名，是比去年退步1名。欢喜伫雪地内走来走去，芬兰人的幸福感再度蝉联世界第一。联合国20公布2023年全球幸福报告，芬兰连续2年入选全球上幸福的国家。就算是位伫北欧高纬度的地区，寒天真寒，人民悠闲会当伫这款的环境中安心生活。This is traditional Finnish crazy stuff. I think we all agree. And it's really the happiness side. I mean, it's very good sports, strong exercise and everything, but it really is the happiness. 这份报告是联合国永续发展方案目录，根据全球150个国家前3年的平均生活评价。来对幸福感进行排名，评价的6项指标包括社会支持、人均所得、健康寿命、自由度、人民慷慨度、甲敢有贪腐。芬兰因为健全的福利系统，让国民感受到丰照顾，评比分数大大领先其他所有国家。今年的排名甲过去4年类似，拢是北欧国家是排头前。前3名甲去年同款，意思是芬兰、丹麦甲冰岛。第4名是以色列，比去年提升5个名次。今年20名有新年奖，立陶宛头一摆提升第20名，为2017年以来大大晋升32名。台湾今年排第27名，比去年小可退步1名。中国是排第64名。另外排名吊桥尾是阿富汗。
加尾啊第二个是黎巴嫩，这两国的共同点拢是受到战火摧残。公司新闻邓慧珍编译。下晡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29度；中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1度；南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13度；南部地区上低28度，上悬30度。外岛地区上低20度，上悬27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